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会跟你们讲一讲广东话的文法哈。今天会教7个文法，我们来看看第一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那个现在式，比较简单哈。但是呢，先要跟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动词短语，这个你要理解好哦。好，动词短语呢，它其實就是動詞加一個賓語組成的一個組合。比如說廣東話裡面食飯，食加飯，就是一個動詞一個賓語組成的一個組合，我們叫動詞短語哈。現在時態的話呢，通常就是表示一些你的習慣啊常態哈。通常句子呢，動詞短語的前面呢會有一些提示時間的語句，比如說第一句9點返工，6點收工，返到屋企食飯，返到屋企煮飯，食完飯沖涼，星期日游水，節日同朋友食飯。你會看到呢，這些動詞短語的前面呢，都是有一些表示呢時間的語句，然後後面呢直接套用這個動詞短語就可以了。好，這個我們不多說，因為這個比較簡單。下一個，第二個就是現在進行式。好，這個呢就會是動詞短語之間加了一個字緊，食飯，食緊飯。好，這樣很簡單哈。比如說我沖緊涼，我做緊嘢，我打緊電話俾阿媽，我叫緊外賣。然後呢，到第三個過去式，這個過去式呢是用的最多的時態哈。過去式呢就是動詞短語之間加了一個字咗，食飯，食咗飯。好，比如說我沖咗涼，我打咗電話俾阿媽，餐廳閂咗門。好，就表示呢這個時態過去了。好，另外呢，我們看一下咗這個字，咗那個字，它還有另外兩種的意思哈。如果它前面配的是一個形容詞，那就表示呢狀態的改變。比如說，你靚咗，你肥咗好多。另外呢，還有就是移動動詞，去、返、去、返加咗字的話呢，就表示目前的所在位置改變了。好，比如說，佢去咗買嘢，佢去咗美國，就表示呢，他現在的位置，他在外面，他在美國。另外呢，佢返咗嚟，他回來了，就是他目前的位置，他已經在了。好，我們再看第四個。第四個呢，就是過去完成式，這個也不難，就是動詞短語之間加了完這個字，完，食飯，食完飯。好，比如說我沖完涼，我去完廁所，我做完功課，我做完運動。好，這個簡單。好，第五個就是將來式，將來式呢就是動詞短語之前加了一個字會，但是這個字呢有時候也可以省略哈。比如說第一個例子，我唔會同佢食飯，我唔同佢食飯，就是說可能有人邀請你，我們會有這個人存在一起吃飯哦，你拒絕了，你表示我不會去吃，我不跟他吃，我唔同佢食飯，我唔會同佢食飯，就是一個將來的行動。第二句，我一陣會睇戲，我一陣睇戲，表示呢就是待會我去看電影。好，第三句，返到屋企我會做功課，回到家我會做功課。星期日我會做運動，星期天我將會做運動。好，第六個呢，這個也是很好用，也常常會聽到的，就是它用來強調徹底、全部或者是什麼什麼光了。好，就是動詞後面加了曬這個字，冇曬啦，全沒啦。啲人走曬啦，人都走光了。佢食曬啲蛋糕，他把蛋糕吃光了，他吃光蛋糕了。通知曬大家啦，
通知所有人啦。你做晒功課未？你做好全部功課沒有？我啲錢俾人呃晒，我的錢給人騙光了。佢喊晒口，就是說他徹底難過的樣子。好，最後一個呢，就是強調當前的情況。好，這個是動詞短語後面加啦，比如說再見啦，再見了。這個了字在普通話裏面就是用這個啦來代替，所以你看到呢，就是它這裏的表示意思呢，就是一個狀態情況。收工啦，你仲唔走？下班了，你還不走？冇事啦，唔好緊張。沒事啦，不要緊張。落雨啦，快啲去收衫啦。下雨啦，快點去收衣服吧。好，就是這個意思咯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們7個語法、7個文法就說完了。如果你覺得我說的不錯，可以點讚關注我哦。謝謝你們的支持，拜拜。